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进前伫立法院要求着行政院长苏贞昌承诺，莫阁跳电啊。也毋过苏院长是反呛着蒋万安，甚至来反质询，结果引发着外界的批评。今仔日蒋院长的态度，这个苏院长的态度放落软咯，讲伊应该来检讨家己，增加着修养。但是伊讲要学习忍耐，无遐尔啊紧，请大家多加指教。这个中国的东方航空的客机伫广西载落上新的消息，飞行机顶无台湾人。苏院长是讲，中国若需要，会尽力来帮忙。国到立法院备询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先对中国东方航空波音737客机的空难表示哀悼。这是非常大的悲剧跟憾事。到底有没有我们国人呢？那目前海基会呢，也在多方面，包括希望透过台商协会等等呢来了解。敢有台湾人爱过了解？苏贞昌嘛对中国话讲，若需要台湾会尽力协助。另外跳电的事件，苏贞昌甲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伫立法院一句来一句去，外界咧批评讲，行政院长哪会使反质询？这个话题已经讨论几啊天啊，苏贞昌的态度有落软。国会群打的吵吵闹闹是应该改革，我也要负责任。现在就来学习忍耐。这个很难我也不可能一步做到，我尽量请大家多指教，请你好好检讨，为什么连柯总召都觉得是灵璧设施？好，再来我要说的是有关于驻都中心的柯总召讲话叫我好好检讨，这好像驻都中心太对的。有关立委的质询社会主体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认定讲是骗人设施。苏贞昌挡袂牢，毛甲应几啊句，讲到质询应答的修养，真正爱看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